近來關稅搞到咁大件事，不如就等我同大家講下咩係關稅啦。舉個例啊，有個國家叫做咖啡國家，有另一個國家叫做咖啡豆國家。咖啡國家需要向咖啡豆國家買入大量嘅咖啡豆，咁先可以沖出香噴噴嘅咖啡㗎嘛。咁咖啡豆國家咧就會以一袋100蚊嘅咖啡豆咧賣俾咖啡國家，但係咖啡國家突然之間有一日就宣布需要向所有進口嘅咖啡豆收20% 關稅。換言之，進口商每進一袋嘅咖啡豆就要向政府繳交20蚊嘅關稅。進口商為咗保持自己嘅利潤，就將咖啡豆升價到去120蚊賣俾消費者啦。至於咩係對等關稅呢？對等關稅就係其他國家會向從美國入口嘅貨品徵收關稅，同樣地，美國會向嗰啲國家入口去美國嘅貨品徵收同樣嘅關稅。但係有啲製造業嘅輸出國，例如係越南、印尼、泰國甚至乎中國咁嘅國家，佢哋根本就唔需要買美國貨或者買唔起美國貨，所以佢哋更加唔需要透過高關稅嚟阻嚇人民禁止買美國貨。所以事後佢哋就發現啦，原來美國根本唔係以佢哋收美國入口貨品嘅關稅作為推算嘅基礎，而係以貿易逆差作為推算嘅基礎。換句說話嚟講，貿易逆差嘅數字越大，所被徵收嘅稅率就會越高。咁你話係咪對等啊？本宮啱啱先讚完你聰明咋，點解咁快問啲咁蠢嘅問題啊？